嗯。哎呦我的妈！走开！过来！你在干嘛？啊，我在给你做清鸭汤呢。爽也不是，走开！谁摸一点？等一下我女朋友过来吃面。你哪来那么多钱买榴莲？现在拼多多6周年补贴活动，这颗5斤的我大榴莲是我花1块钱在拼多多抢的。点开果肉还很多，吃起来又香又甜，还有20只特大乳酸称好都能咬上。你们直接点我评论区点直接点去抢吧。老板，哎呦我的妈！滚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明天进场打楼夫妻吧，看到你我的爸！不对。滚！